文字だけが僕の心を打ちにして君の声を聞かせる魔法青い夜に浮かぶ輪郭文字上だ君への想いこの世界に広がるように一字一句すべて君が教えてくれた愛の歌。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嘅 channel。今日我哋會由大阪坐京阪電車去京都，帶大家睇下京都左京區一日深度遊。而左京區又究竟有啲咩地方好行呢？我哋會先到京都時光交叉點出町樓，有下鴨神社、河合神社，穿梭神域森林，同拜訪浴衣機命締結美麗契約，又會到拉麵激戰區一城子食返一碗極具震撼嘅拉麵。行程嘅最後會通往異世界燈籠參道貴船神社。每一次去日本都一定要拜訪一下麥當勞。限定嘅呢個係都要食下麥當勞啫。京阪列車出町樓站3號出口，步行幾分鐘就會到達我哋今日第一個景點鴨川三角洲。鴨川全長大約31公里，貫穿京都嘅市區，而佢係由河茂川同埋高野川兩條河匯合而成嘅。而呢一度呢，就係鴨川嘅起源啦。而呢啲睇落好似好平凡嘅跳石呢，其實係承載住千年古都嘅記憶。跳石嘅由來呢，要追溯返平安時代。最初呢，只不過係方便人過河嘅設施嚟嘅啫。後來呢，慢慢又變成咗京都獨特嘅文化，成為咗水之都不可或缺嘅元素。不過大家玩跳石嘅時候就要小心注意啦，因為每一嚿石呢都有一定嘅距離嘅，所以大家呢都要小心啲先可以安全咁去到對岸㗎。離開鴨川三角洲，我哋就向第二個景點出發，大約步行5至10分鐘就會到達河茂御祖神社，即係大家好熟悉嘅下鴨神社啦。入口啊呢度，係啊假期啊。首先行過一個紅色嘅大鳥京都居，啊，再沿住一條好舒服嘅小徑步行多幾分鐘，就會見到河合神社。第一美麗之神啊，日本女士啊一定要嚟呢度參拜下啦。拜完之後靚，咁大條魚喺度嘅點解？河合神社又叫日本第一美麗嘅神社，因為佢嘅祭神浴衣機命係日本神話中女性嘅守護神，象徵咗美麗、安產同埋幸福。嚟到呢個神社嘅重頭戲一定係親手畫呢個鏡繪馬啦。傳說浴衣機命呢就以水為鏡梳妝，慢慢呢個習俗呢就延伸到女性對美嘅追求啦。1000yen啊一個繪馬，咁又收你呢一度呢就俾一個小貼士大家，記得帶自己嘅唇膏或者眉筆去幫呢個繪馬化妝，等佢呢更加有個人嘅風格，祈求神明。而家我哋授勳儀式開始。好，呢個你人又矮點？所以唔可以最高咯。好，成功，好成功，最靚嗰個。最靚嗰個。咁啱今日又俾我哋撞到下鴨神社嘅假期市集，呢啲就係去旅行嘅樂趣。呢一檔嘅章魚燒真係我食咗大阪同埋京都咁多間最好食嘅一間。如果大家離開呢個市集，如果又見到佢開呢一檔章魚燒，一定唔可以錯過。
食完嘅章魚燒，飲埋支啤酒，就正式離開河合神社啦。一直向前行呢，就會進入被譽為京都之肺、九之心參道。下鴨神社咧，正式嘅名稱咧就叫河牟御祖神社，祭神呢，就係河牟建國新明，屬於世界文化遺產，係日本最古老嘅神社之一。而佢嘅本殿呢，更加係日本國寶。不過都係呢一個水籤比較吸引。我呢一個第一次嚟嘅遊客，每一張水籤盛惠300日圓。我買咗，而家去玩。呢一條呢，就係御手洗村啦。去玩水籤。都係吉。大吉、小吉，末吉啊！最後個吉，哦，好在唔係運吉。好，即係講咩先？哦，身體不良喎，金運。去多啲旅行你話？講好張籤文，我哋嘅下鴨神社行程都完結啦。下鴨神社沿路行翻出去20分鐘左右，就去到我哋呢個出丁柳站。瑞山電車出丁柳站，去貴船同鞍馬就喺呢個站出發啦。瑞山電車出丁柳嘅總站，準備出發去我哋下一個目的地一城寺啦。1號，我哋去一城寺而家。一城寺拉麵激戰區嘅由來，因為附近有京都大學、京都精華大學，70年代逐漸形成咗學生同埋啲年輕人聚腳嘅地方。低廉嘅租金同埋龐大嘅學生客群，漸漸形成咗呢個拉麵激戰區。而呢度嘅特色呢，係以豚骨湯同雞白湯為主流嘅。今次我哋就去呢一間高安，就係其中一個出色嘅代表，而佢2020年至22年都曾經入選拉麵百名店。佢嘅王牌2人套餐2800日圓就有2碗拉麵、炸雞同白飯，真係超級抵食。哇，辣醬啊媽媽！呢個係呢間餐廳都係得20零個座位，如果唔想等太耐，最好都係避免喺繁忙時間嚟呢一度食嘢啦。最震撼就係呢份炸雞，視覺同份量都感到十足，真係超級豪賣。我就心諗呢個套餐2個人邊有可能食得晒啊？好熱啊！個湯好熱，好味喎，個湯好飲。試埋個雞啊！唔試，一陣先試。仲有咁大隻雞，唔知點搞。個個都拎走。哦，即係好味咯。啲炸雞食唔炸雞食唔晒嘅，都好味啊，不過太多啊，食唔晒。飽飽啦，我哋繼續我哋嘅行程，都係坐瑞山電車鞍馬線。我哋今次去貴船神社。今日好好彩喎，又俾我哋搭到呢一架特色列車。如果唔想靠運氣嘅呢，就可以上佢嘅官網度，就可以睇到特色列車嘅班次時間表。我會將佢嘅官網嘅網站擺喺我嘅資訊欄嗰度。呢架特色列車最吸引人嘅地方呢，就係佢會有幾十秒慢駛呢個紅葉隧道。如果撞正紅葉盛放嘅時候，呢度應該會係好靚好靚嘅。一城寺到貴船嘅車程大約20分鐘。哇！咁快，我哋又去到今日最後一個景點啦，貴船神社。帶大家去睇下有2世界參道嘅夜貴船究竟有幾靚啦。貴船神社站啊，呢度出嚟，對面嗰度就搭接駁巴士啊。接駁巴士。
睇呢個夜桂船嘅重點同埋重點一定要注意。落車嘅時候要清楚知道接駁巴士回程嘅時間，一定唔可以錯過咗尾班車。你唔好諗住冇巴士搭你就行返落去車站。現場所見呢，天一黑呢，山路係極具危險嘅。如果時間夾唔到呢，我都建議大家放棄，或者喺日間正常嘅時間先嚟桂船神社。呢一度嘅風景呢，同埋環境真係好靚，同埋好清靜。車站行多10分鐘到，就終於到達咗桂船神社入口嗰個鳥居啦。桂船神社呢係由本宮、中宮同埋奧宮組成，分別供奉唔同嘅神明。呢一度呢更加係全日本450座桂船神社嘅總本社。今次呢，我哋主要都係參觀佢嘅本宮，自古供奉住高龍神，係掌管水同埋雨嘅神明。而夜桂船嘅由來呢，就係古代啲人參拜夜晚手持火把引路，象徵淨化同埋祈願。繪馬，相傳繪馬發源地就係桂船神社。桂船神社玩水簽喺呢度，水神。300yen、200yen，水又係末吉啊，中吉啊，今次唔係末吉啦，升級咗啦，你升級咗啦。我哋講到你係中吉啦。啊，搞掂，完成。係啊，夜桂船啊嘛。大家睇到呢個畫面，感唔感受到呢個異世界嘅意境呢？終於完成晒今日所有嘅行程啦！桂船啦。如果想玩得深入啲嘅話，大家就可以將今日嘅行程分成2日。終於由異世界翻返去現代啦！呢間係出丁樓分店啊！我哋嚟到呢度，全部都係日本人啊，一個中國人都冇。行咗成日都攰攰地啦，都費事翻返去4條嗰邊揾嘢食。呢度有間鳥貴族，橫掂都未食過，就試下佢啦。日本嘅鳥貴族，相信我都唔使太多介紹啦。佢嘅串燒食品樣樣都正常輸出咯。嚟呢啲日式嘅居酒屋，最主要都係感受下現場嘅氣氛。係人哋必點㗎，個名提下你啊！係啊，好煩好玩，都已經完咗。好火啦，仲多謝大家今日陪我行咗一轉左京區，好耐呢個。記得留言、讚好、訂閱，我哋下條片見啦！唔服嘅，但係唔會有驚喜，但係好食嘅。